继续来到嘉义市。 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伫中秋3天的连假，要来举办文化季的活动。特别伫中秋节当天，邀请到国宴的大总铺老帮团来设计中秋夜宴，用这个嘉义古酒厂的高粱酒、甲竹叶青等等的酒品，设计出10顺的板豆菜，一道只要6600。用竹叶青浸过虾啊，你家炸油一下。 然后甲铺盘了后，淋沙拉落。沙拉里面是加一点竹叶青下去。这沙拉嘛是竹叶青调的，这叫做竹叶青虾。入口的滋味是多赞处，虾啊 QQ， 也阁有酒香味。另外这是五加皮猪脚。安尼加一寡落去。定点半钟的猪脚，佮用五加皮来调味。这是凉拌菜，清爽佮开皮。这料理师是国宴的主厨老帮团。香膏2文做用来做这个火烧冰淇淋。 啊，那么五加皮呢，我们就用来做猪脚啊。那还有一个醉虾啊。那这个竹叶青我们就用来做千丝虾。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秋连假举办一场文化季活动，请来有名的总铺师老帮团设计出极致丰富的中秋夜宴，一道是10出的板豆菜，一款国宴级的豆菜，一道只要6600块。中秋除了项目以外，满西集团来嘉义，一面赏月，一面食国宴。